一次同阿麥包一齊做一個咁樣嘅闖蕩江湖嘅旅遊節目，開心嘅，因為我哋真係相識於微時。點解耳仔會咁樣嘅？係咪你有病啊？中間斷斷續續都會有合作啊，有《西遊記》啊，有《義海豪情》啊咁樣。吔屎啦，梁非凡！我而家炒你啊！原來眨下眼自己已經老。我唔知道，即係今次俾同你拍嘢，攬住你用啲死僆仔咁樣，即係仲係好似以前初相識嘅時候嗰種感覺咯。世間什麼愛叫純潔？你甘願花陣似紅蝴蝶，飽經挫折，傷口淌血都不知會磨滅。世間什麼愛叫純潔？處在絕望仍力竭，留守最尾一起，哪怕力竭。而家大家嘅人生經歷都比較多啦，咁喺各方面唔同嘅睇法咧，都可以擺入呢個旅遊節目裏邊，我覺得係會令到呢件事更加豐富。小紅書